面临可能预计会面临的这对手。可能也是同一个可能已经有30年从政经验的老将，也是现在的杨副市长哦。那我想杨副市长在地方深耕了非常多年的一个时间。那当然他现在他是一个现任的副市长，那当然我是现任的立委，所以这一场选举是现任副市长对上现任的立委哦，所以我们当然会面临到很多现任的庞大的一个行政资源，那以及这个金钱打造的一个绑桩文化的一个选举。这个时代力量的过去我们所坚持的价值跟理念，其实是在2个极端，可以预见非常的辛苦，会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仍然要继续的往前进。我想，我们必须要去改变，而且这个改变必须要继续的往前进。所以我想在这边也要继续争取这个我们谭雅水后里的一个选民的一个支持。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改变这个政治文化，那也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个自由民主以及多元包容的友善的环境里面继续成长。那我们一起努力，这一条路从来都不是好走的路，每一役都非常辛苦，我们继续努力。2020我们要为台湾赢。的这些理念，我想这个是我刚才讲，除了争取更多不管跨党派的立委、议员、里长一起跟我们的团队协力合作以外，更重要的是让更多新的力量、新世代、新领域的人也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来发挥超越一席区域立委的这种可能性。而这个其实在去年的地方选举也在这个成长茁壮的过程中，在去年的地方选举，我们也看到了有阶段性的这个开花结果。那让我们的这个进步价值，让我们的理想可以从中央到地方，现在能够推进的更广阔，能够触及到更多的这个领域。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未来，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宣布要拼连任，这都是未来我们这几个月要一一的来去汇整整理，向我们的选民报告，而且不只向选民报告。我想更重要的是，号召更多的台湾人民，号召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继续相信时代力量，愿意跟时代力量一起来实践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理想。这个是我们未来这几个月要努力的方向。黄之庸动算，林长佐动算，林长佐动算。不好意思，可以。